隨住醫學上嘅不停進步，我哋好開心見到好多癌症嘅病人係可以真正咁醫好。不過，亦都見到部分嘅康復者經歷過一個咁嚴重嘅病症，經過咁多治療，其實對佢哋嘅生活都係有啲影響，未必係即刻可以全職咁回復翻佢病前嘅工作。固然咁樣嘅時候，就會對佢哋嘅家庭嘅經濟負擔係造成影響，對病人嘅心靈信心亦都會造成打擊，整個家庭都會嘅生活質素係受到影響。我哋好希望幫到我哋啲康復者，咁我哋諗係點可以幫到佢哋揾到好嘅就業呢？其中我哋諗到一個出發點，可以係先從做一個陪診員開始。點解會有咁嘅構思呢？就係因為我哋嘅康復者，佢哋熟悉我哋醫院嘅運作，我哋部門嘅運作，醫院周圍嘅環境，佢哋可以好輕易駕輕就熟咁幫其他病友去翻嚟就診嘅時候做種種嘅步驟，例如要去抽血啊、照 X 光啊、攞藥啊，或者係付費咁樣。咁呢啲都係佢哋好容易幫到其他病友。而更加多個重要嘅好處係其他普通陪診員做唔到嘅咧，就係作為一個過來人，佢哋係更加能夠心同感受，知道病人嘅需要，可以幫到佢哋更加知道係點安撫佢哋咧，亦都係同佢哋分享翻佢哋嘅生活一啲嘅點滴。咁所以我哋希望呢方面咧係幫到我哋嘅康復者。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見到咧，我哋好多病人佢哋翻嚟覆診，佢哋翻嚟接受，尤其是係化療病放射治療嘅病人嚟講咧，佢哋身體比較虛弱，佢哋真係好需要家人陪同翻嚟求診。但係喺香港嘅環境，大家都工作繁忙，絕對唔容易係話告假係陪家人翻嚟覆診。如果係可以喺負擔嘅範圍之內揾到一啲可信賴嘅陪診嘅人，係真係可以幫到佢哋一大把，係令到佢哋更加安心。咁所以我哋有呢個構思，希望推動呢個先導嘅計劃。所以我哋臨床腫瘤科兼同埋香港理工大學同埋香港社會企業策劃有限公司3個機構一齊，希望推動呢個先導嘅計劃，一個叫做同心同行陪診計劃。呢個計劃我哋希望係藉住咁樣可以幫到更加多嘅癌症康復者，同埋我哋啲病人嚟講咧，一齊咧係攜手係更加快達到康復，真正嘅康復，唔單止係健康上嘅康復，甚至係整體生活上嘅康復。